欢迎大家今仔日来参加咱欢迎台语文社的活动。今日要讲的主题是呼吸道融合病毒的预防下甲单株抗体。头期先我先来学乐一个，大家当看到今日这投影片的风格无啥共款，这是因为我有用AI 甲我倒做投影片。我的先甲我要做啥物，甲伊讲，伊就甲我做出来，而且甲做甲真水。呼吸道融合病毒是啥物呢？这大家应该加减有听过，因为这是囡仔时阵定定拄着的一种病毒。伊是一种病毒，伊的症头，你会当讲咱看到敢若是感冒的症头，毋过其实伊的症头毋若是感冒尔。呼吸道融合病毒是一种会攻击呼吸道的 RNA 病毒，伊的意思就是讲伊的微团物质是 RNA，伊毋是简单的感冒尔，因为伊会影响到呼吸道，嘛会影响到搁较下骹的细胞。伊的传染是透过啥物？是透过烂手的传染，就是讲咱扫还是流鼻拍骹枪的时阵，呼吸道甲喙的一寡喙烂鼻水，若是喂着别人，就会甲病毒传去别人的身躯顶。而且这种病毒是真高喂。毋若是安尼，若是咱身躯顶的病毒伊调伫一个物件的顶悬，咱嘛会透过接触来传染。伊会攻击细胞，嘛有感冒的症头。这种病毒伊算是囡仔时阵一种症头是较严重的感冒。伊的危险性其实毋若是婴仔尔虽然讲咱常听到讲婴仔得即种病有大院，伊的危险性是一种U 型的曲线。即种曲线意思就是讲，咱伫还未1岁婴仔身躯顶，还是讲60岁以上的老大人，若是得即种病毒，可能会较严重。还未1岁婴仔得即种RSV，伊简单讲就是咱通常会用英语的简写，就是呼吸道融合病毒，咱就讲 RSV。RSV 算是因带院的原因是摕头名的。对60岁以上的老大人，得即种病毒会有较侪并发症，甚至会发生死亡。若是伫中，就是较健康的大人，其实症头是较轻可，可能就是一般感冒的症头尔。所以讲患者的年纪会影响到 RSV，即种疾病严重度介济，伫生命的头甲尾，若是得即种病毒会较食力。其实就讲到，因为伊会影响到细汉婴仔甲老大人，所以伫几十年来咱人一直想要研究讲有啥物方法会当对抗即种病毒，敢有啥物药会使，其实拢无成功。嘛会咧想讲，既然这是一种病毒，咱嘛有研究出真济病毒的预防车，注意防车就较袂着即种病。毋过为1960年代开始有做足侪试验，其实拢一直失败，一直到1998年才开发出一种单株抗体。毋过即种单株抗体就是前一代的伊注一剂会当当1个月时间。后来伫2013年就发现有一个结果。利用即种结构的变化来对抗病毒是真有效，伊叫做正融合的结果。安尼念起来可能无介了解，毋过我后壁来解说。到2022年，就开发另外一种单株抗体，即种单株抗体就是最近这1-2年来上称的一种看做是预防车，毋过实际上伊是单株抗体，伊注一剂就会当减慢
6个月到1年的时间。啊，到2023年，有核准第一个4大人会当住的预防射。到2023年，较晚的时阵嘛，核准第一个会当住伫阿母身躯顶的预防射。进前是安怎讲？要发明 RSV 的预防射一直失败，就是进前技术无遮好啊。要发明一种预防射的时阵咧，想讲咱甲即个病毒用一种化学的方法来杀死，杀死以后，伊的尸体，即个尸体住来咱的身躯顶，理论上人的身躯的免疫系统会去看讲啊，这是啥物？这是外来的，想要对抗即种外来的物质、外来的生物体，所以就会做抗体出来。也毋过，因为病毒死去了后，伊的形状可能是会改变，所以后来发现讲，即个方法无介好。咱的抗体较有效果的是爱对抗活的病毒要进入细胞进前。伊有一种卵白质叫做 F2。伫咧进入细胞进前叫做正融合 F2。这是一个较脆弱的目标。若是咱的抗体会当对抗即种F2质 F2，就会当中和病毒，这是形状会害。啊，毋过若是即个病毒已经进入细胞以后，就变做后融合 F2。即个形状有改变，咱的抗体就无法度有效果的来对抗病毒。抗原甲抗体就若像是锁甲锁匙，两个形状爱会合，才有法度发挥效果。所以这是即几年来即种预防射会当成功的原因。咱要保护啥物人呢？咱发明一种预防射，还是讲单株抗体，就是想要保护危险性较悬的人，啊，也就是咱之前有讲，就是婴仔甲老大人。咱若是要保护婴仔，其实即马有2种方式会当共同达成目标。一个就是要伫咧有新的时阵，还未生出来之前，就先注预防射，因为注了阿母的身躯顶会有产生抗体，即个抗体会透过胎位。就是咱中国语讲的胎盘传去囡仔的身躯顶。另外一种就是婴仔出世以后，就直接伫婴仔的身躯顶注单株抗体。这2种有好处歹处，啊是好也是歹，一种也是2种，咱后壁就来说分明。第一个选择就是讲注阿母的预防射，就是要伫咧有新的时阵就先注预防射，这算一种主动免疫。但是这个主动免疫是伫婴仔阿母的身躯顶，有新的负人人的身躯顶，所以阿母制造抗体，婴仔会当得到保护。住的时阵大概差不多是伫有新的32到36礼拜的时阵来注射。这个效果是真袂歹，伫出世的第0，就是拄出世迄个时阵到90天，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阵，会当减少重症82%。伊的机制是抗体经过胎位传互婴仔。好处就是讲出世随着有保护，因为这抗体就是伫出世进前的传来囡仔的身躯顶啊。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直接注伫婴仔的身躯顶，这做的就毋是严格来讲，毋是咱一般讲的预防射，这叫做单株抗体，因为伊毋是注抗原，伊是注抗体。直接注抗体的好处是啥？就是毋免等你的免疫系统对一个抗原爱一段时间以后再产生抗体，伊是直接注抗体，抗体就伫身躯顶啊，所以注了随时就得到保护啊，伊会当减少断医的机会80%，而且注一射会当开满至少6个月的时间。毋过咱若是要比较，就是一个是有新的时阵注预防射，就是另外一个是出世以后注单株抗体。住的人无共款，好处歹处嘛无共款。
拄则其实有讲过好处，歹处是啥？就是伫有新的时阵注预防下，伊的效率是虽然无共，啥物无共，就是因为逐个人会为阿母的身躯顶传来囡仔的身躯顶即个比例到底有偌悬，其实逐个人是无共款，而且出世以后，抗体效果会衰退，咱一般讲是差不多3-4个月的时间，可能都会无，所以超过3-4个月以上，可能嘛爱考虑是毋是爱用另外的方式来预防即个 RSV 的病毒。注伫婴仔身躯顶，嘛是治疗有效果。但是就是爱直接注婴仔，伊爱互注一针，毋过伊会较慢较久，6个月甚至上久到1岁，嘛会当伫1岁以上，伊若是有较悬的风险，像讲伊若是有先天性的一寡病，还是讲有早产，安尼1岁以上嘛会当去补注一下。所以到底要选择啥物款的，还是两个拢爱，会使甲医生讨论。单株抗体，台湾对即两种无共款的 RSV 的单株抗体，即摆会当做的有无共款的适应症甲指引。一种是得病的，就是伊是较旧的 Palivizumab， 是伊的学名，伊的商品名叫做 Synagis。这伫台湾安尼做应该有超过10几年的时间啦。即摆是有诶条件，对于高风险的婴仔会当用健保来做。即摆条件是早产，较少33礼拜当注6剂，较少36礼拜当注3剂，还是讲较少35礼拜，甲伊的幼细管发育不良的当注6剂，先天性心脏病有明显影响到血液动力学的，也是讲有发控性的先天性心脏病，会当上济注6剂，开刀了嘛当补注1剂。方法是逐个月爱注射，因为伊的效果无遐久，注了伊敢若会当挡1个月的时间，所以逐个月爱注射，注6个月就是注6剂就无啊。而且这1剂是足贵的，你爱看体重，差不多4公斤就爱注1重，1重就是差不多可能嘛上万箍所以体重若是10几公斤到1岁，若是真正要做，这就爱几啊万箍。另外一种是新的，去年才上市开始做，伊是长效型的，就是注一剂就有6个月到1年的效果。伊的学名叫做 Nirsevimab， 伊的商品名叫做 Beyfortus， 即马拢是自费，完全无健保。伊基本上目标就是所有较少1岁的婴仔想要做，拢会当做。若是超过1个月到2个月，毋是，若是超过1岁无到2岁，高风险的囡仔，若是愿意，嘛是建议会当做，就是较会当减少 RSV 感染，也是讲住院的机会。上大的好处就是讲伊是长效的，就是注1剂就会当有6个月到1年的保护。若是比较计数，其实伊嘛是较俗，因为虽然讲伊1剂是贵，差不多16000左右，毋过因为伊1岁以内就是1重就好，2岁以下就是2重，但是甲正常的健保的这 Palivizumab 比较起来，其实是加足俗的。两种的单株抗体有啥物无共款？旧的迄种，因为伊抗体衰退的时间较紧，所以逐个月爱注了抗体浓度会称悬，就慢慢降低，搁称悬搁降低。即摆新的就是长效的单株抗体，伊会当挡6个月到1年的时间，所以至少半年注1届就好，甚至1年注1届嘛会使。伊的抗体会一直伫体内维持伫一个较悬的浓度。半衰期旧的是20天，新的是100天，所以这两个是无共款。咱若是看顶悬的线，
即个度，除了伊的抗体浓度会称悬降低，其实咱会当看讲，抗体浓度较悬的时阵，会当保护咱莫着RSV 的感染。即个虚线就是一点一点的这条线是保护的若像固定超过这条线，就代表讲咱较袂着 RSV 的感染。若是抗体浓度称悬搁降低，伊降低到这条线以下的时阵，着这种感染的机会就较悬。RSV 毋若是古摆的感染尔，其实长期来讲，咱若是着 RSV 的重症，较严重，像讲有肺炎啊，甚至是带加护病房拢有可能，而且正前研究有显示讲，囡仔时阵若是着愈侪摆的 RSV 的感染，其实长期有续久的机会会增加2倍到12倍，无共款研究无共，搁加厝内其他的亲情，还是讲父母是毋是有续久，甲一寡过敏的症头嘛有关系。毋过就是着较侪摆 RSV 的相关的症头以后续久的机会会较悬。好，另外一个咱就是要讲是大人，因为若是囡仔对是大人来讲，因若是着 RSV 的感染，带因的机会嘛较悬，而且是大人有较侪其他的骨长病，这会互伊的危险性搁较称悬。像讲，若是细胞原本有一寡慢性的疾病，像讲血塔病啊、血骨啊，有糖尿病、心脏的问题，有心衰竭、免疫力较稀烂，这嘛会互感染搁较食力。所以大人嘛会当注意风险。这是真正预防下，就是做抗原，互家己的身体，就是会当认捌这种病毒的感染，家己做抗体出来。伊的效果甲安全性是安怎呢？其实效果是真强，有60%到80%，会当对抗细胞的疾病，就是讲伊效果是60%到80%。看慢是上无会当有2个 RSV 的流行季节，其实意思就是至少2冬以上，安全性就是甲一般的预防下基本上拢差不多，基本上是真安全。较常拄到的副作用就是注射部位的痛、疲劳还是头痛。真罕见的一种副作用叫做胃软麻类症候群，这是翻译啊，原本伊的原文应该是基连马类症候群，伫老人的发生率是每10万人会有1.3到3个，这是真低。若是咱比较伊的好处甲歹处，其实好处是真济，真是世界研究的数据会显示讲，对 RSV 相关的急性呼吸道疾病会当有77%的减少，这证据是真强。若是对所有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嘛会当有67%的减少，对重症嘛是超过80%的减少。这是有临床试验的，所以有真济品质真好的证据会当支持，做 RSV 的预防下会当有意义的减少是大人的疾病负担。安全性是真悬，副作用真少，大部分拢是较轻可的。罕见的症头就是神经的症头，毋过咱若是比较好处甲有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其实是好处远远的超过歹处。有啥会当考虑啥较需要？第一个就是有新的负责人，若是要为着互婴仔有可能有抗体当保护，避免RSV 的感染，会当考虑伫有新的32到30个礼拜来注射 RSV 的预防针。对婴仔来讲，就是考虑直接注单株抗体。若是超过60岁，嘛会当考虑大人的 RSV 预防针。
毋过总是就是爱甲咱的医疗人员来讨论。好，这预防针目前拢是自费的，所以这介绍写伫下骹做参考。毋过各地医疗机构因的介绍可能会无共款。四大人甲有心有人人因自费的介绍是一档差不多6000到8500。单株抗体长效型的1岁以下，因为是注一档尔，所以差不多16000到17000。1岁到2岁是注2档，所以就是头前介绍的2倍。即摆健保有提供高风险族群来用健保来注射。这其实是健保就是算免费。毋过若是真正有人是用自费的来注，其实这一档就是12000到18000。一个月是1档到3档，这是照体重来算，所以若是要注到3档，就是差不多4-5万块。虽讲即马婴仔的即种长效型的预防针，就是 Nirsevimab， 伊的价效是真悬。毋过咱若算讲一礼拜住院的费用，当然这费用即马大部分拢是健保纳的，甲照顾者请假的薪水来比较，还是有价值。所以敢有可能较久以后健保会支持囡仔拢来注即种预防针，咱毋知，嘛有可能是高风险的即个族群的囡仔先互因注即种长效型的 RSV 单株抗体，这真正是有可能。台湾现处时的状况是安怎？就是即2年其实 RSV 伫台湾流行的状况甲国外有一点仔无共款，这甲温带国家、西方国家无啥共。对台湾来讲，因为台湾季节较无迄种较无分明，春夏秋冬较无分明，所以规年通天拢有 RSV 的感染一阵一阵，春天、秋天是搁较济。所以政府嘛有提供单株抗体，即马是低效型的，因为即个政策是几啊年前就已经定的。伊是注拍的Nirsevimab一个月爱注一车，上济6车，互高风险族群。自费的部分就是一般的婴仔，高风险的婴仔，甲会当有较长期的保护。若是注迄种一剂的，就会当有6个月到1年的保护。有新的妇人人甲是大人会当考虑注预防针。所以咱总共一句对即个主题RSV 算是一种威胁，伊是对婴仔、细汉婴仔甲是大人上严重。科学上有进步，即马有新的技术，互 RSV 的预防针会当成功。嘛有长效型的单株抗体会当注。即摆选择就是会当伫有新的时阵注预防针，出事以后嘛会当注单株抗体来保护婴仔。当然是大人嘛当注预防针。未来就是这会当预防感染，预防严重的感染，而且会当避免长期有下久的机会。即个题目今仔就讲到遮。多谢大家，毋知影大家敢有啥物问题？若是无，咱今日就伫遮就结束。多谢。